Hi，大家好，我叫 Ringo Lee， 係髮型導師，同時都係東亞織頭髮嘅技師。我從事呢織頭髮就25年嘅經驗㗎啦。近來呢，就有啲朋友好多時咁樣問，假髮同織髮有咩分別呢？點解啲假髮嘅價錢係咁平，而織髮嘅價錢貴咁多呢？其實假髮呢就係人造纖維髮嚟㗎，好似而家我手上呢一個呢，就係人造纖維髮，佢比較上呢係吸熱嘅，就散熱呢就好慢。如果喺夏天呢，就好容易就焗住個頭㗎咯喎。佢本身呢就係機器車嘅，所以個網呢其實係啲布質嘅網嚟㗎，就形成咗容易吸汗啦。咁夏天呢，當然呢就會比較上難乾啲喎。長時間呢，如果係噏住喺個頭嗰處，就好多時吸咗好多水分，咁個頭呢就會痛㗎啦，係形成咗所謂嘅頭風啦。同埋佢裏邊呢就會好多橡筋，因為佢要固定喺個頭上面啊嘛。呢啲全部都係橡筋嚟㗎，咁咪影響咗個血液循環喎。有時會甚至影響個血壓，好多時有啲人呢用咗會頭痛啊，甚至頭暈啊，都聽過。咁如果織頭髮用嘅呢，市面上大部分都係用真人頭髮嘅，有啲亦都係混合咗啲人造纖維髮，好似呢啲呢就係織髮啦，即係所謂真頭髮嚟㗎啦。真頭髮呢本身係啲角蛋白質嚟嘅，所以就冇咁容易吸熱，同埋容易散熱啦。入邊啲網呢，通常而家用嘅網都係唔吸水分㗎，佢係用人工嚟織上去㗎，譬如用呢啲勾啊，咁勾上去，係每一條頭髮或者兩條頭髮同時係勾喺個網上面，咁需要嘅時間呢就比較上多，價錢呢亦都比較上係貴啦，就係呢一個原因嘅。希望大家呢都會識得分別假髮同織髮真正唔同嘅地方。下一節呢，我會抽啲時間分析下織頭髮戴上去所謂 bonding 嗰個方式有幾多種，同埋邊啲呢係適合你㗎。OK， 好多謝各位。